個人成長下冊建立和維繫朋輩與家庭關係的技巧。研究顯示，能同時與家人及朋友溝通良好的青少年都具備三大條件，包括個性外向、情緒穩定和待人易誠。研究亦指出，青少年未能與朋友及家人良好溝通，主要是由於青少年缺乏自我表達的能力，不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若溝通能力強，可令雙方更了解彼此的情況和需要。與人相處時，若減少自我中心的態度，多站在對方的立場設想，並以尊重、了解的方式去溝通，可拉近人際間的距離。不善溝通的青少年需要注意建立和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的技巧，包括增強與他人有效溝通的能力，加強自我了解，清楚自己會說出什麼樣的話，妥善處理自己的情緒，免使不良情緒影響與人的關係。什麼是自衛能力？心理學家認為，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到痛苦和焦慮時，自我會產生一些行為模式，利用心理策略來保護別人，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，這稱作自衛機能。種類：自衛機能有很多種，以下是一些常見的：一、否定已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，並拒絕面對事實，例如被指專題研習做得差，拒絕承認，並不肯跟別人討論如何改善。二、壓抑，將具威脅性、教人痛苦的想法和感覺不自覺地排除於意識之外，例如在學校被同學欺凌，感到十分委屈，又不敢把事情張揚，故選擇啞忍。三、投射，把自己不希望有的衝動、慾望和觀念歸諸他人，認為別人有哪些特性，抄襲別人的作品來完成習作後，指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四、替代，不敢對受挫的來源表示不滿，轉而把有敵意的情緒發泄在較安全的對象上，遭老師責罵不敢回嘴，回家後責罵弟妹。五、合理化，把自己的行為賦予自己及社會較能接受的理由，使之看來合乎邏輯。例如，投考心儀學校不成，就說是自己不想入讀，故沒盡力爭取。六、幻想，通過幻想迴避現實，以尋求心理上的滿足。例如，因身形矮小被人嘲笑，幻想自己會變得高大完美，可以反過來嘲笑對方。七、補償，為彌補缺陷或掩飾弱點，改為從其他成功的領域求得滿足，或培養其他較好的特質。例如，讀書不成的人在運動場上努力爭取佳績，以彌補在學業上的不如意。八、升華，把不為社會接受的動機和慾望，以較高境界且為社會接納的方式表現出來。例如，把失敗後的氣憤和悲傷轉至通過歌詞表達出來。自衛機能的優點：給予緩衝的時間，使個人能逐步調適心理，解除衝突和減少焦慮，對消極的訊息進行選擇性的篩選，使自己免受傷害。例如，在發生人際衝突後，希望自己會感到好過一點，於是較關注一些能給予個人積極意義的訊息，再通過幻想令自己得到心靈上的慰藉，使自己自覺較有能力去學習新事物並應付生活的挑戰，以保持或提升個人自尊。例如，利用昇華的自衛機能，把受創的感受以社會能接受且欣賞的方式表達，以抒發不快的情緒。缺點：逃避現實，未能根治需要改善的問題，
例如經常要壓抑或否定的方式面對問題，令自己不斷逃避需要正視的困境，最後可能會令問題越嚟越嚴重。常以自衛機能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，最後可能演變成自欺欺人，忽略現實中需要改善的地方，例如常以幻想迴避現實，這只能求得無疑心理上的滿足，但現實問題仍然存在，可能會變成推卸責任，破壞人際關係，例如被別人指出某些缺點而感到不快，雖然明知自己有該些缺點，但卻把這些缺點投射在他人身上，可能會引起雙方爭拗，導致人際關係緊張。青少年的家庭角色與責任。關心父母。青少年應該經常主動關心父母的心情，留意他們的情緒，在父母不開心時主動慰問他們，告訴父母自己放學後的去向或歸家時間，以免父母擔心。此外，青少年亦應適當地向父母表達個人情緒和意見，例如最近的學習進度、身體狀況、對家務的分工等，讓父母有明白子女的成長近況和心中想法的機會，增進彼此的交流。主動溝通，參與家庭活動。青少年應該多和家人互動，以建立感情和加深了解。爭取與家人相處及溝通的方法有很多，例如多與家人吃飯，與家人聊聊近況或討論時事，參與一些家庭事務的討論或決定，一起參加社區活動或義務工作等。青少年除了家庭活動外，還要兼顧學校生活，青少年更需要適當地分配個人時間，令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取得平衡。幫忙做家務。青少年閒時應該幫忙做家務，例如打掃、整理自己的用品，甚至照顧弟妹等，以減輕父母的負擔。長大後供養父母。青少年應有供養父母的意識，當有能力賺取金錢時，應將部分工資交給父母作家用，以維持家庭的基本開支，並作為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方法之一。社會和諧為何重要？社會和諧是指社會成員之間和睦諧順，互相尊重、互相配合協調，較少有利益衝突。如有人說過，和諧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，和諧可以使社會變得穩定。在這個良好的基礎上，人民可以安心貢獻社會，以達至繁榮。一個地方如果終日紛爭不斷，社會的發展步伐就只會停滯不前。達至社會和諧的方法。根據調查顯示，在香港市民眼中，促進社會和諧的有效方法包括維持良好的制度、促進經濟發展、保障低下階層權益、加強家庭凝聚力和尊重多元文化。為什麼個人自由如此重要？自由指不受外力約束或限制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、發言或思考。法律上指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活動，不受別人干涉的權利。個人自由包括多種，例如宗教自由、政治自由、言論自由、自衛權等等。有哲學家認為，自由對個人的重要性在於它令人得到快樂。若享有自由是大部分人最大的快樂來源，社會應容許人們享有自由。對個人來說，獨立自主是重要的價值，而享有某些基本的權利，例如人身自由、思想自由等，是個人能獨立自主的必要條件。所以，自由對個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。
歸屬感是指個人將自己歸屬於某一群體，認同該群體，並對它產生喜愛、依戀的情緒體驗。歸屬感是指主觀感受，個人對所屬群體產生了歸屬感後，便把自己看成群體中的一員，能自覺地遵從所屬群體的規範，在群體中接受資訊、經驗和情感。在一定的情況下，歸屬感會更為強烈。例如，當群體贏得榮譽時，成員的歸屬感會加強，進而引發自豪感。當群體面對外界壓力時，成員也會增強歸屬感，變得更加團結。尊重自己是道德上正確的行為，是個人基於自己的行為和道德操守而對自己的敬意。若個人不認為自己品格高尚，便難以尊重自己。尊重自己的人不自大不自負，在與人交往時，言行舉止表現得體，例如衣着打扮跟所出席的場合配合等，這會有助跟人建立良好的關係。常言道：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，意思是你要先尊重自己，別人才會尊重你。當別人尊重你時，你也會樂意和他交往，跟他建立和維繫良好關係的機會較大。除了要尊重自己外，也要尊重別人。尊重別人的方法有很多，例如約會手時經常保持禮貌，關心他人的感受，說話時留意語氣及內容，尊重他人私隱，不歧視他人等。若每個人都能尊重別人，為他人設想，照顧他人的需要，讓人感受到受尊重，便能減少人際間的衝突，建立和維持愉快和諧的人際關係。